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中有老爸苦毒6岁囝害囡仔渡水过身，国民法官审理一审是依照零治未成年致死罪判关16年。国民党鲍坤基伫内政委员会要求提案的指，甲中国改做大陆。外交部长吴钊燮讲，这款做法唔敢相信。台北京华城引起争议，国民党郑小平去地检署告发郭文哲涉嫌盗理，北检已经在调查，郭文哲列做他治案的被告。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去年台中有一个老爸苦毒凌迟家己6岁囝，这个老爸为着袂互人发现囡仔互拍，就强逼囡仔去浸烧水，要互乌青提起，落尾杀害这个囡仔渡水过身。这案即马是经过国民法官审理，昨一审甲这个粗残的老爸，依照零治未成年致死罪判关16年。台中丰原一个姓齐的查甫人，去年开始几礼拜拍家己6岁后生，今年6月，查甫囡仔洗身躯的时阵煞渡水死亡。检警事后查出是这个老爸，将囡仔身躯顶的伤互人发现，要求伊伫塑胶箱仔内底泡烧水，互乌青退掉。不过最后杀害查甫囡仔渡水死亡。经过台中地院国民法官的参审，7日依照凌虐未成年人致死罪嫌，甲姓齐的查甫人当判。被害人为被告的亲生骨肉，对被害人负有教养的义务，竟狠心剥夺被害人的生命，犯罪所生危害至为严重。国民法官充分评议后，判处有期徒刑16年。台中地院表示，合议庭经过3天的审理，做出一审判决，专案还阁会当上诉。若彰化一个姓区的灵母，毋但无合法的证照，阁苦毒几来个囡仔。2021年6月涉嫌伤害一个4岁查甫囡仔，彰化地院审理了后，做出一审判决。依照过失伤害以及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等罪，这个无照接受托育的保姆呢，则是分别被处4个月、2个月以及1年5个月有期徒刑。彰化地院表示，灵母已经甲被害人的家属谈和解，部分已经执行煞，最后互人判1年11个月。不过，另外一个姓黄的查甫人煞拢毋认罪，所以互人判2年6个月有期徒刑。当初检举的民众是认为安尼实在判伤轻。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的心头一块肉，你看看这样家长能那个吗？能服吗？当初检举的民众表示，判伤轻根本无法度显示正义，敢若希望安尼的悲剧莫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昨伫内政委员会要求临时提案的文字，甲中国改做大陆，引起争议。外交部长吴钊燮讲，这款做法人民会感觉喊过，唔敢相信。另外，美国前总统 Trump 讲，唔出钱的盟友就爱靠家己啊。外界烦恼 Trump 若选调总统，美国都袂阁挺台湾啊。吴钊燮强调讲，不管美国换啥人做总统，伊对台美的关系拢有信心。我们的立法委员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让我们台湾的人民感到不可置信。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昨日要求内政委员会临时提案，甲咱国甲中国就该正做台湾甲大陆。吴钊燮讲，唔敢相信竟然有立委提这种方案。伊伫上台备询时阵，又搁讲有立委定定伫咧中国欺负台湾时阵，甲对方讲声数，这种发言引起南亚立委的不满。这是对中华民国所有不分立法委员相当严厉的指控。所以我想，部长应该要负责任的说出他们的名字，你可以去告我藐视国会。
对有前美国总统川普伫时代杂志专访的时阵重申，无付钱的盟友就会靠家己，并且告知讲是毋是捍卫台湾。吴钊燮强调对台美关系有信心。美国亚太驻钦康达伫出席国会听证会时阵也表态，应该维持对台政策的架构，建构台湾威胁的能力。看一看美国的国会啊，我们是受到两党的这个欢迎的啊，而且两党对我们都是非常的支持。那在这一个层次来看的话啊，未来不管是谁执政啊，跟台湾的关系我们都很有信心。Believe that changing that framework, changing the TRA or our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would be unwise. 康达也讲到，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已经明确要求北京唔通伫咧武力抗前后，就机会加大台海紧张局势。美国方面会详细关心中国的动向。因为美国方面挺台湾，唔那是伫两化关系，布林肯昨日也发声明，强烈地鼓励世界卫生组织 WHO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台北警花城购物中心的案件，因为容积率伫柯文哲市场林内也悬到840%，引起争议。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郑小平早起去地检署告发柯文哲甲政府市长彭正新两个人涉嫌倒利罪。民进党的议员简书培嘛提出诉当时的公文，讲就是柯文哲当囡仔做决策的。目前北检已经在调查，柯文哲嘛列做他治案的被告。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伫咧年代，甲金华城土地容积率提悬到840%，引起争议。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小平出日到台北地检署告发柯文哲甲前副市长彭正新两个人涉嫌倒利罪。王玉芬督发局长讲，只有柯文哲被起诉，这个建造才可以废。那我们可以才讨回400亿，多给20%容积的公道。地方自治以来最大的弊案哦，我们一定要来告。那咧甲金华案件加调调，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也提出迄当阵的公文讲。金华城2020年3月17向市长室定情了，提出市政府应该保障3项权利，上面是柯文哲亲自当囡仔决定的。为什么金华城可以自创容积？为什么金华城可以比照都更？答案揭晓，这是柯文哲核定的。柯文哲在这边签章，就直接送给了金华城20%的容积奖励。到底当时的决策是否符合相关的法规啊？我想这个部分就一定是要彻查清楚。好，所以政风不止已经启动调查，检调也都已经来索取资料。金华城容积率大量增加，可能这个是倒利财团。台北地检署已经签分他立案调查，并且指挥廉政署8条组修正调管伫咧了解中，柯文哲被列做涉嫌贪污治罪条例被告。既然现在检方已经开始侦办，我们也呼吁有部分的议员不要把自己当检察官，不要用这种片段式的抹黑，然后拿随便的一个资料来误导社会大众。针对简书培质疑金华城案件是柯文哲当囡仔所决定的，吴怡选也回击讲，台北市政府受到相关定情、行政救济，当然爱把案件交予独立的机关、多委会来审查。当囡仔决定是市政府依法办理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虽然5月初一劳动节拄过，不过公共安全的安全问题嘛是袂当放零，因为营造建设业职灾比例悬，尤其是2022年职灾死亡有320个人，营造建设业就占其中756个。对此，公共工程会是强调讲，今年会来加强工程的稽查。台中这份去年发生车厢河边工程吊车的吊手焊掉的项目以外，对此公共工程委员会定出吊车吊手的施工相关规范。工程会甲劳动部职员署出入到立法院备询，立委除了关心台中这份的案件，也关心公共工程的职员，问营建业的职灾比例悬，相关部门要怎应用？重大的职灾呀，它的原因分析我们来看。44%是不安全的动作跟设备啊，全国的职灾最后职灾是50%，营造业不是涨到70%，所以我们今天认为是营造业的坠落是我们最大的关键来预防。那特别是民间工程的部分是更严重，而公共工程的部分坠落去年稍微降下来了。劳动部强调，已经把今年定做
除了打击年，而根据2020年劳动部检查统计年报显示，当年的职灾死亡者是320人，因遭险就156人，而且重大职灾内面，管理所在涉类就占要到一半。分析原因，大部分拢是因为无安全的动作加无安全的设备所造成。政府有新政府的考量，选择了另外一位有一些争议的人来担任你的下一位的工程会主委啊。源头就要规定，包括预算的编列、设计到建造施工。那么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做法，会让未来的这个主任委员跟我们团队会继续的努力下去。对于即将接任的陈金德陈主委，您会有什么样的期许跟建议？包括进度，包括各方面的这个要求。那么未来当然我们的期待，我也相信应该会无论谁来接办，都会继续的推动下去。工程会主委吴德成因为个人的因素，将会由前宜兰县代理县长陈金德接这个位，协助新内阁推动重大工程。立委拢问讲，伊对新主委的期待。吴德成强调，只要把相关规范做好，接手的人就能做好工间顶相关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高铁的乌日基地4月初9发生一桩公安意外，有立委接到内部员工的陈情，讲电力开关本地应该爱伫暗时断电来维修，不过4月初9迄天煞是顶保在咧做啊。事当时工班有6个人咧做另外一项电车线的维护，加在因拢有照规定做好防护。若无反正都已经互高压电视啊！出门坐高铁是真侪人的交通选择之一，毋过有高铁的工班人员讲，4月初9迄天乌日基地发生重大工安意外，佫差一点互工班的人员去电到。明明不可以在白天换的开关，你们就在白天换。那一个接力棒帮我们挡了3次，叫我们把饮料喝了，嘴巴闭上。可是要接触25000伏特工作的人是我我有老婆小孩要养看4月初9迄天，高铁0621处路南的列车经过彰化路段的某一个磅空，向规拢按落来，暂时停开差不多5分钟。当时高铁是讲是电力无正常，不过员工表示，迄天早起进行应该爱伫暗时断电执行的电力开关维修，维修完了后测试有真侪电力导入乌日基地，互当时6个工班人员当伫进行另外一项电车线的维护，好甲再是有依照规定用接电棒来防护，才无去互3界25000伏特的电到。这个维修没有按照 SOP。它事实上呢，就在白天直接的进行，而且没有关掉电力。这个3角旋棒事实上都已经被熔毁了。如果是一个肉身的话，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立委质疑高铁无积极检讨改善甲宣传，佫出现27有列车长闪手册，上车执勤，唔知影讲内部管理到底是有偌灵。不过高铁关系交通甲公共工程安全的行为，应该是爱互全民检视。不过到出稿前，高铁公司也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大园区今仔透早4点，因为设备过样，地处在大关路、文兴街、甘登路、甲南河路这带，拢总2600外户停电，而且是为4月中开始，桃园13个行政区都不时咧停电啊。这半个月以来，都发生10多届啊。桃园又搁停电，大园区初日透早4点，因为设备故障，影响大关路、文兴街、甘登路、甲南河路迄块地啊。拢总2615户停电，台电人员赶紧修理。透早6点20分，已经全部拢恢复供电，真侪民众还搁咧困。早上有停电？有。早上是已经起床了吗？还没啊，还没起床，还在睡觉。我儿子跟我讲啊，这样常常停电怎么样？当然对店家不好，因为做生意的人，然后我没有缴电费嘛，为什么要这样？桃园市为4月中开始，13个行政区直接传出向停电的情形。半个月以来，已经有10多件，其中大溪甲复兴拢有2天停电。民众感觉讲，还未到热人的用电高峰，煞袂输像分区轮流停电，实在是伤寒。中央在能源政策上面应该要有一些改变，才能够让台电的财务变得比较健康。
桃园市长张善政认为讲，政府的能源政策有问题，台电伫设备基础建设的方面，还佫有加强的空间。新政府上任了后，应该好好检讨过去8年的能源政策，当地的问题才有法度找到解决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月开始，电钱平均是起11%，一般的客家每个月用电700度以下的电钱起3%到5%。虽然国民党伫咧提出电钱卖起的提案，伫立法院表决通过，不过经济部表示，电钱制定要依照电钱审议委员会决议，所以4月电钱同款会照起。到底咱台湾的电钱算贵也算俗咧，无起价会有啥物影响？今仔日解破新闻，咱请上营台委员谢文明。是主播，解破新闻有理路有深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莹。今仔日咱要关心的就是这电钱到底是要起也是唔起的。其实有真侪人讲，咱台湾的电钱伫世界算讲是正俗的。咱就来看这张世界的排名。伫世界排名来看，无论是自体用电也是工业用电，排全球上界俗的第一名就是马来西亚。也若伫自体用电的部分，排第2俗的是中国，咱台湾颠倒是排伫个第5名，韩国是伫个第7名。伫个工业用电的部分，咱台湾是排第3名，第3俗的国家。也若中国是第5，韩国是第6名。那照这张图看起来，其实韩国无论是伫个自体用电，也是工业用电的部分，拢是比咱台湾还佫较贵一丝丝啦。所以咱特别摕这个韩国甲Q出来做一个比较图。台湾若甲韩国相比，伫个2024年调整过了后，台湾自体用电一度是2.7块，起7.1%；也若韩国的自体用电一度是3.9块，起49%。也若伫个工业用电的部分，台湾一度是3.8块，起44.7%；也若韩国因的工业用电一度是4.5块，起87%。其实，若照这张图看起来，台湾甲韩国，无论是伫个电钱，也是讲即个调整的趴数，这趴数所比起来呢，咱台湾其实拢是起无介偌济。因若这起的原因到底是啥物货？咱会当看到讲，就是因为战争甲冲突，互即个国际燃料的价销大起。其实，伫个2021年的时阵，台电还佫是有趁钱的，也毋过2022年煞发生俄乌战争，还佫有刷落来2023年的以巴冲突，颠倒互台电是大了钱的。所以即马经济部就提出这个电钱调整的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就是要针对产业用电的大户，主要是起25%这么多。也若一般农渔业，也是讲学校，甚至讲是这个社福机构，其实因是袂起的。一般家庭用电，若准讲你这一度电哦，一个月用电伫个330度以下，也是讲你有开这个细间店头，一个月用电伫个700度以下，其实是料啊的起价，也就是起3%。也若一般家庭用电伫个一个月700度以下，其实是调无到5%的。也毋过现主是即个电钱调整的方案，煞伫个4月30的时阵，互立法院来通过即个表决，要甲冻好调，甚至想要来修法。有立法院就讲未来咧，即电钱调整的方案，都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才会当来施行。这也显示讲未来即个电钱调整的方案，到底是要由啥物人来组织？其实也佫有真大的讨论的空间。以上就是今仔日来解破新闻，咱即马甲现场交通有主播。好，咱感谢上营详细解说。继续来关心今年初总统大选，即网络平台 TikTok 有出现影片，伫暗示讲咱的投票所发出来票数甲计算的无共款，怀疑咱的开票无公正，偏心特定候选人。这影片互转去其他的社群平台，引起社会争议。经过检视了后，已经认定这影片毋是事实啊。即阵检调是万贵秋田约谈台南一个查甫人到案，伊嘛已经承认讲这影片有造假、有剪接过。1号柯文哲。计票的时阵画1号，验过后壁伫咧计票时阵，煞伫咧2号顶头画1票。今年总统大选，选后有网友传这段影片，讲开票有问题，偏心特定的候选人，指控中选会选无做票。迄当阵大动作的提过，检调伫咧追查源头时阵，约谈一位查甫人到案。约谈理性民众到案，那他是有坦诚，这个影片是他剪辑合成的。当初是转发到 YouTube 频道、抖音账号，
之后才会被相关的网友看到以后，再把这些相关的影片传到这个社群平台上面。这个涉案的姓李的查甫人住伫咧台南，无当值的身份，互检调查到时阵，承认伊的影片是假有见过。不过调查局讲，伊的做法毋但是损害中选会名誉，也严重伤害个人对选举的公正信赖。因为迄当阵影片对抖音发布了，一直互人转发分享，网络顶真侪人伫咧骂甲质疑。这个唱票者与这个计票人员，他们中间有一个连续的关系，有透过剪辑又切换的一些角度。未来如果说有那种透过 AI 的方式自动生成声音，或者是把影像做一些变造的时候，那这个会更加困难去发现。专家伫咧看过了讲，其实这个影片问题真多，自开票到计票，画面无连续，有见过分量。不过，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也有 AI 技术，假消息也真多。惊讲以后的假影片愈来会愈成真的。专家甲学者也拢提醒讲，查证的重要性，唔通随便就相信。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这吊车伫台湾是愈来愈多啊，即阵有要到上百台，因为这吊车有远端监控的功能，会当回传资料。有立委表示，这制造商拢有中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若准修正动用即挂吊车，起到恐惊有国安的记录。目前国保会拢无针对吊车的晶片来检验传输的功能，所以立委是打算要修订《自通安全管理法》，限制使用中国制吊车。中国制土管机渐渐进入台湾各地工地，最近3年成长幅度惊人，累积有将近100台，尤其大部分配备远端监控，会当监测资料传输到电脑，透过网络随时远端监测定位甲控制。捏造这中国制的机器进入国家机密军事单位，恐惊引起国安疑虑。公司本身是具有中国人大的身份。而且呢，这些俗称的吊车啊，其实在台湾遇到有国家安全紧急动员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被去担任包括反空降跟救援的使用。那如果有这样的国安疑虑，他们都会在当中呢暗藏晶片，这些晶片都有传输功能、性能的一个检查，结构强度的一个检查，这个都是我们在检查的一个项目了。治安啊，国安的部分那个可能我们就尊重其他的一个目的事主管机关的一个规范，我们来配合。中国这移动式的土管机，大部分是用东欧第三方认证，因为当开钱过位，所以无予美国、西欧、日本、韩国认可。劳动部治安署表示，土管机进口到台湾会阁检验一届，合格才会使用。不过查验的部分无包含晶片传输功能，司法部嘛无相关的检验机制，恐惊会形成国安加治安的漏洞。对，我们也会去督促，像是交通部还有航港公司的部分，他们会去落实相关的一些治安稽核的一些作为。如果有涉及到这个国家安全或者是治安的这个时候，那我们都可以在招标文件里面去限制大陆制的这些包含像起重机或者甚至是它的一些关键零组件。立委呼吁行政部门应该爱伫合格证典馆标明机器产地，并规范中英二体制造厂牌，也提出自通安全管理法修正草案，新增加特定非公务机关袂使采购中国、港澳境外敌对势力的系统设备甲服务，也透过立法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排除中国制自通系统。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年，健保的点数有较低，有不少医疗院所要运作是真硬斗。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早起审查全面健保法的修正草案，有哪样立委就提案讲，要互医疗服务的点数1点就算1块，或者是9角半。虽然8大医师团体拢支持，不过卫福部长施瑞元认为讲，安尼先会破坏健保总价的制度。这草案若通过，今年底健保的费率都要起价。新冠疫情过了后，民众医疗使用率增加，不过医疗院所病人增加，煞压缩健保点值影响给付，使得病院加医师人员的收入相对减少。有哪样立委就提出健保法第62条条文修正草案，希望健保点值1点换1块，还是1点换9角半，得到8大医疗团体支持。长久下去，将会导致台湾整个医疗机构亏损倒闭。医疗从业人员长期低薪出走。赖清德
总统哦，以去年讲我们这么卑微的提出0.95，我们这么卑微的提出1.1块钱，赖清德讲1.1。不过，卫福部长谢水元表示，立委提案内容无具体指明资金来源，违反财政纪律法，而且保障点答，加即马总额制度收集无法度执行。那所由政府公务预算支应，当年至少增加700亿的支出，恐加排前到教育文化这预算。不过，若是由健保财源支应，安全准备会伫明年一届都用完啊。上紧今年底都爱调关健保费率。保障1.1块钱的话，势必一定会冲击到这个健保的一个财务。那这个健保的财务受到一个重大的冲击以后呢，一定会了哈，一定会调整这个健保的费率。显然明年底就会不足1个月，不足1个月的话，那就是今年年底就要考虑明年要调保费。谢水元讲，家己的任期敢若剩10外天，伊即马手头掌握到的资源，无可能同意这个草案。建议维持即卖条文，保证到520新内阁上任了后，就会有新的财源支应，应该会当搁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昨公布今年第一季劳退基金的收益是超过8%，拢总赚超过3300亿。劳退薪资劳工口座平均一个人会当分到26000块。另外，针对劳退薪资提拨6倍议题，昨5月7日劳工大游行，劳工团体是提出诉求，要求头家爱有关到12.5%。劳动部表示，因为这牵涉到修法，需要搁再讨论。台湾的股市徛今年2万点，嘛好着政府的基金。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拜三公布，今年第一季劳退基金的收益超过8%，赚超过3331亿。那以目前劳退薪资有1272万的口座来计算，平均每个人通分到26000块。也就10年来的平均都有到6.23%，看起来就是说，其实中间即使遇到了好几年的状况。并不是很好哈，但是它可以在因为长期保护短期的概念，把这个收益呢平均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稳健的收益，所以这个就是符合我们所谓的退休是长期经济的一个生活规划的一个状态。针对劳退薪资，劳动节迄天，劳团举办的5.1劳工大游行，也诉求提高雇主劳退提拨比率。劳退薪资规定，头家每个月要提拨劳工薪水的6%，入去劳工的口座做劳工的退休金。不过，这阵劳工团体讲，这个比率已经活20年无改，不过一直起因诉求要提高到12.5%。劳动部表示，这牵涉修法需要研究。劳基法在这个薪资的6%，我认为都已经太低哦，已经19年了。当初呢，劳委会在修改的时候。有时候10年会检讨，譬如说经济方面的一些数据，然后还有雇主的一些法定的成本、退休金的一个替代率等等，然后再去综合考量，然后也会去咨询劳资双方的意见。劳动部鼓励企业若有趁钱，会当参劳工以团体合约的方式提高劳退提拨比率。若是讲到修法提高，劳动部表示会参劳资双方专家学者召开会议讨论。去年有举办3场会议，今年会搁再规划讨论时间。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就算讲立法院已经表决通过电钱卖起价，不过经济部讲电钱同款的依法来起价。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就放调讲，要冻结经济部预算。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伊希望国会会当保持理性，嘛期待立委会当支持拨1000亿的预算给台电。4月开始，全台湾调整电价，影响国内部分物价对立起价。经济部长王美花今仔日出席立法院，讲出当初电价调关方案，有向行政院争取相关的预算拨补，才会当降低电价调关的幅度。这样的一个调账方案，是我们一定要跟院里面争取相关的预算的拨补。那这样的调账的幅度呢，就不用调那么大。好，所以希望这个最佳的预算呢送到立法院来，也希望各位委员的支持。针对南北两党进前提出卖起电价这个决议表决通过，不过经济部甲台电也是依法遵守电价审议结果。这完了，让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出招化工，
无爱心经济部的预算，经济部长王美花回应，希望国会会当理性问政，经济部也是会拍拼做代志。对初三要提出电业法49条修正草案，直接交付议途，希望以后若做有关电价条款还是条杠，拢必须经过立法院同意。在你的专业角度，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当然是认为现在的机制是比较好、比较对的。如果这个还要到立法院同意的时候，那这个整个的时间会衔接不了，而且非常有可能，比如说审议会说是 A 方案，那立法院改成 B 方案，那这样的话，未来我们的审议会的机制就变成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情形。我们这一次的调账已经做了。这个非常的限缩，所以我们在今天如果部长还这样子强调的话，我们就赶快来修电业法。你来把它讲清楚，沟通我们都乐意，对要的这些的资料，我们也都非常乐意提供。立委呼吁，经济部应该都要好好甲立委沟通，有关电价条款的原因甲幅度，安尼无未来电价的议题也是会引起调影对立。民进党无排除会提出调影协商，专案进入1个月协商的冷冻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高龄人口已经超过55万人，占总人口数共约24%，是落岛比率上悬的。这阵市府是委外经营大美长照机构，利用人工智慧，这居民的身体若出状况，这系统就会安排医生伫线顶来看病。大门顶悬有针监测器，侪伙人伫出入的时阵会当透过即时的影像，第一时间传去照护员的手机啊，还有一个眠床边照护监测系统。利用红外线监视元件，显示住民伫房间内底的状况。这是台北市府外包经营大小的长照机构，利用智慧照顾来打造专心照顾的模式。等于说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另一双眼睛吼。那住民如果有一些警示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即时推拨系统吼，那会帮助我们工作人员早期的去协助排除这些危险的情况。柯比平表示。在少子化的趋势之下，人力需求是大型长照机构的挑战之一，所以透过运用智能的设备，在机构的安全、甲病人的照护，拢会当全面提升。亲像透过智慧床珠啊，就会当随知影住民是伫眠床的，或者是离开眠床。也若智能尿珠啊，会当记录住民排泄的情形，也会当警示排泄各样的状况，来避免尿道感染。有点科技啦，但是慢慢就会习惯。我觉得这样也可以训练一下。脑力啊，甲一般的长照机构无共款，若破病需要出门就医，才有结合北医的远距离医疗，只要住民身体无拄好，系统就会做串联，安排医师做远距离的诊断。我的眼就是对面那个医生，这个医生的眼，他要看病人的，比如说他的脓疮、他的伤口，我就直接把我的眼睛对在那个伤口，就可以及时性的看到那个伤口。这个伫内湖兴盛社会主体大小长照机构，面积有847平，拢总有79层，提供户口徛伫台北市连续1年以上、65岁以上的民众，包括重度失能、长期疗床、分属有座口、有斗讲等护理需求的居民，24点钟大小照顾的服务，加上智能照护的辅助之下，互居民健康的资料更加方便来管理，卖当减少照护人员交班的时间，来打造友善的工课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目前以色列甲哈马斯犹阁咧相战，这哥伦比亚的总统宣布讲要和以色列断交，原因是因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这场战争犯种族灭绝罪行，因无法度接受。Que mañana se romperán las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el Estado de Israel por tener un gobierno, por tener un presidente genocida. 哥伦比亚总统伫国际劳动节活动宣布要和以色列断交，伊批评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是一场种族灭绝。那以色列外交部长伫社群平台顶关是因讲，历史会甲哥伦比亚记条，哥伦比亚和怪物徛共阵的。那哥伦比亚甲以色列断交，接落来局势安怎发展，要搁爱继续观察。来看亚洲最近受到热流的影响，一寡国家因为天气伤热、温度伤悬，宣布休假。伫咧越南的南部有一大水库，当地媒体讲是因为热流影响，而且嘛无管理透透，所以是造成几若10万尾200吨鱼仔冰岛死亡。宋梅水库内底的鱼仔拢因为欠水死了了，
在地居民甲记者讲，大家拢因为鱼仔的尸体臭嘎嘎，这10天来生活品质是真歹。越南部东内省的水库有几10万尾鱼仔死去，这个所在已经几礼拜无落雨。管理部门为着要挽救水尾的农作物，想要甲水库下底积沙清掉。不过因为水库的水位伤低，鱼仔根本就无法度生存。在地人甲媒体记者认为讲，是热浪降温加上水库管理不当所致。quá nóng và mà rất là mệt, người lúc nào cũng khó chịu lắm. 都甲东南亚大部分的所在同款，越南南部甲中部地区都受到破坏性降温的影响。4月30日，解放南风筒一直休假，越南部分的所在气温是44度，雨落街仔路是无啥人，大部分的民众选择踮伫室内。越南国家气象局表示，过去这几天北部甲中部部分地区记录到上悬温是42至44度，爱到5月初温度才会较降低。南非开普敦4月初发生强烈的风暴，有500多只强要断正的红海龟，去互海水冲起来海沙堡，尾后有风救起来，今嘛安置伫开普敦海龟保护中心。Turtles are really remarkable because they're ocean indicators. They are telling us what the state of the ocean is. It's really small, and they are eating the things that are floating and pieces of plastic like this. 伫南非，红海龟一般会伫开普敦东北部的海岸，家己上岸起来生卵。因为这海龟真有可能是去互印度洋一波较温暖的海流流去，所来就对海流流过南非，结果流去开普敦附近大西洋较冷的海水内底浮出来。专家认为讲这是真接快，不过强烈风暴致使几百只风冲起来海沙堡，这就真无事上啊。更较莫讲保育员一天来救到这海龟，而且收集到这海龟排出来塑胶片是甲指甲差不多大小。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伫西亚和东欧交界国家 Georgia， 因为国会大党利用色处的优势，而托通过一项境外代理人的法案。这条法案是授权政府会使审查媒体甲言论，引起百姓反弹，造成大规模示威。这警方是出动水炮、催泪弹来甲示威的人赶走。警方出动水炮车、下催泪加速。甚至发射震撼弹，想要把示威的民众赶走，并且逮捕几60个人。因为乔治亚国会伫拜三议会表决，以83票对23票压倒性优势，力托通过境外代理人法案。Absolutely ridiculous and stupid things to do in this situation right now when you are seeing people this many here, and we are gonna stand till the end, till the very end. It's what we are afraid of more. Being gassed, being beaten up, or losing the country. 伫咧高加索地区的乔治亚，最近因为执政联盟乔治亚之邦想要通过境外代理人法案，授权政府单位对媒体甲言论进行审查，民众反对的声音真大。因为若这项法案通过，任何独立的非政府组织 NGO 甲媒体，只要对国外摕到超过20%的资金，就必须登记真侪境外代理人，若无将会被罚款。互外界叫做是未整肃无共意见的俄国法案，因为俄罗斯进前也通过类似法案来限制独立的新闻媒体。乔治亚马正想要加入欧盟，去年12月已经得到候选国的地位，同时也积极寻求要加入北约。但是这项法案，互人看到因国内政治的两极化，执政联盟乔治亚之邦掌握到国会150席内面的84席绝对多数。甲反对派一个亲欧盟的现任总统严重的对立，包括欧美等西方阵营拢对这项法案提出批评。这项争议的法案按算伫咧5月中要进行3读的表决，了才会成做正式的法律。Large part of public they think that Georgian government doesn't represent anymore the Georgi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it's basically represents the interest of oligarch who has some close links with Moscow. 乔治亚伫1991年脱离前苏联独立，军队伫咧2008年想要压制甲俄国相化两个地区的独立运动，甲俄国发生南奥塞梯亚战争，所以大部分的乔治亚民众对俄国拢真反感。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乔治亚更加加入欧盟甲北约写入宪法，有8成的民众支持。公司新闻郑慧玲编辑。镜头转来到国内，有医生入面册刊文警告，讲4月初3花莲大地震过，台湾的关山是变甲真危险，建议民众10月以前拢莫去爬山。
安那地动七保中心指出，这3个月到6个月内，有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地动尾，而且方便甲黄酸雨到地，若无必要，就莫去山区。东往大坝尖山的大陆林道东线崩塌，本来伫初一中昼完成清理，暗过午后山区落大雨，5.2公里的所在搁再崩塌，16公里的所在原来有大型树仔倒来阻碍道路。雪管处是讲，持续禁止自单车也甲其他的车进入。医师王树豪提醒，经过遮尔侪届密集规模无共的地动，也佫有一直落雨了后，山区脆石仔山坪变得真无稳定。准讲好天也是有可能有大崩塌的风险。到10月拢无建议爬山。地层比较不稳定，那这时候进入到雨季之后，山区的崩塌的机会就会更大。在今年在雨季结束之前，会尽量避免去登山。地质专家陈文山是讲，确实伫地动尾的时阵出现一寡浸涌伫中央山脉附近的地动，规模差不多伫3左右，深度有较浅。当地以前原来有地动过，毋是真罕见的现象。影响主要是伫中央山脉附近。规模不是那么大的话，虽然很浅，但是登山客的话，他当然会感觉比较剧烈一点，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落石。尤其是靠东部这边的一些山区，赤灵山这个地震那边都有到，甚至有到五若山的状况，我们真的觉得不是那么妥适。地动七保中心表示，花莲7.2地动了后，一定3至6个月内也是有较大规模的地动尾发生，因为佫拄到黄酸雨季要来，非必要唔通去山区。另外，初2早起，伫台湾东南部海峡发生规模5.1的地动，列岛兰屿震度3级，台东原来有2级，这毋是花莲的地动尾。地动七保中心提醒，咱台湾是伫地动带，民众爱随时做好防范地动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大地动过，毋但花莲市上款的生理受影响，伫咧太鲁阁甲苏花公路南边的新城村，这规条街啊是拢冷冷清清，无观光客。因为目前主要拢咧处理市区拆除甲征收，新城村的村民是希望政府嘛爱甲因斗相共。为了要帮助4月初3地动了后，市区民众会当修理厝体，台积电第一时间就派员去协助抢修。不过需要帮助的电话一直无停过，目前已经有270户爱修理。到昨天我们来这边的第17天，我们已经完成了73间的修缮。那目前呢，大概有100多、170、180都已经陆续在安排在修缮中了。我们都会先有可能比较弱势的家庭，或者是一些低收，那有结构上的跟我们墙面上的一个疑虑，那居住上的一个安全，都会优先的来做一个处理。除了市区厝受损以外，伫台九线苏花公路甲台北线太鲁阁出口的新城村，原来出现另外一种灾情。较早正闹热的老街，即马空影影，一寡店头规去公休，希望政府嘛当关心新城村的生活。从来没看过这种景象啊！然后假日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多车子要大排长龙。那他只顾到花莲市，我们这边也是都没有收入了。哎呀，就觉得应该一些振兴的方案哦。县政府表示，地动了后救灾抢险是首要的项目。目前有公共安全疑虑的红单大楼爱先拆除，其他县市受损的情形，包括观光产业、农业者的问题，拢会协助向中央提出申请补助。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后尾建国贯穿伫日本时代是新丰特工队的训练基地，伫2015年登录做县内的文化资产。前几日才出车祸，虽然人无代志，不过牌楼是去互车弄转去，当地民众是拢真唔甘。轿车和重机相撞后，轿车一直弄到牌楼，造成牌楼基座转去。4月30号半暝这场交通事故，将后尾建国一窗的牌楼弄断，好加在驾驶上便伊无大碍。牌楼及基座遭撞击毁损，全案由虎尾交通小队1A2事故程序处理，并通知建国一村发展协会做后续处理。后尾建国贯村，我是新丰特工队的训练基地，到现在一村二村，阁留存1970年兴建2座牌楼，这次被弄断，当地协会相当唔甘，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来修好。就是代表眷村的一个意向，那。大家对这样子的话，就是他，就说在心理上面，就会认同，有一个认同感。那如果现在一旦垮了，我觉得那个认同感会有一点被破坏掉。依照保存管理维护的办法，那召集专案小组
包含我们的文化资产委员一起去献刊。文管处表示，后尾经过关村在2015年6月份，镇内位于云林县有形文化资产属于古老建筑群。这次的牌楼要在2020年，因为新加固完成，将会在会刊后进行后续修复，迈向造事者来要求赔偿。记者用有报道。咱人3月23马祖生的前后，拄好是垦丁宣蚵放卵的季节。屏东海参馆和企业合作，派人创水味，直播放送放卵的画面。另外，有民众发现讲，在后壁湖的生态保护区出现真大片的鱼网啊，恐惊去破坏宣蚵的生态。老师，您刚刚有在讨论那个卵的大小，大出。镜头记录到粉红色精卵数大量喷出，这是垦丁海底宣蚵一年一度生卵的画面。1号拄是旧历3月23号马祖生，前后拄好是垦丁山蚵生卵的时机。公管处甲海参馆还有台达基金会3方合作，插入水下来直播。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珊瑚是哪一种珊瑚？海底的星空。直播分2阶段，当暗9点半了后，才记录到较侪数量的画面。嘛，因为这个时阵有真侪畅水客落去，互专家提醒，着要注意公害若伤过侪，会互山蚵误判，影响到生卵。国外已经有研究显示，夜间的人工照明会影响这个珊瑚正常的生殖活动，包括沿岸的这些光害啊。还有大量的这个潜水客在夜间的这些照明。海参馆研究人员在顶个月29号、30号就陆续发现有山蚵生卵的状况，不过专家嘛发现今年的数量无比去年较多。因为去年有这个台风，那对垦丁的珊瑚礁造成比较大的一些影响。那今年看起来是没有像去年规模那么大。后壁有生态保护区，还有倒边的山蚵区，嘛互发现大面积的鱼网。虽然第一时间移除，却是最近第2届出现。公管处回应，顶个月接甲真侪唱水的团队，拢总113个人进海，2点钟来扫出着30公斤的粪扫。目前无接到通报有鱼网，若是发现上悬会当罚3000。记者王刘铁丹现坤屏东报道。台南爆发生几若件囡仔去公园耍游乐器材受伤的情形，南区的区公所为着要加强管理，都成立安全督导小组，固定逐个月去巡查，要守护囡仔安全。南区公所成立的公园督察小组的成员来到康园公园内面，毋但看人感有稳，路死有送气，佮检查小朋友伫走的涂骹店啊，一点拢毋敢凊彩。只要发现小所在歹去，马上就记录，刷落来就登报改善。大部分都是看游具跟那个健身器材，它有没有损坏，或者是松脱。还是去腐蚀掉的物件，只要有损坏、松脱的部分，我们都会记录下来，报请那个公所。游乐区发生状况跌倒，结果地上有碎石子，那个碎石子刚好在他的脸上。非常支持那个每个月能够有去监督跟检查的制度。大部分是少啦，是讲互囡仔耍尔，但无去甲看甲伊也是。当来讲要发生啊，较知影，安尼较安全啊。公园是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移动的游戏场使用频率是搁较悬，嘛是民众上关注的公园设施。但是先前台南嘛发生过游具伤害儿童，或者是游憩的设施出现危险的物品，是惊到游憩的民众。区公所是成立公园督察小组，逐个月一次巡下区内的公园。因为目前现行的机制呢，都是由业务单位这边单方面的来做那个一般的游戏场的检查，那缺乏从外部来督导的那个动作，外部的督导的力量来那个弥补就是走单方面来做检查的不足。现行卫福部颁定的儿童游戏场设施安全管理规范，儿童的游戏场铺面以及室外游具。每3档是委托专业的检验机构定期检验一次。区公所公园督察小组会当提早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马上就解决，维护民众的游憩安全。记者郑云淡报道。最近针对台语的名称是讨论甲真热，有台语团体都提出文献来证明，讲台语这款称呼是咱台湾已经用足久的名称啊。为1960年代了后，国民党政府为着要推动国语政策。将内用闽南语来取代台语这款叫法，
有立委就徛出来呼吁教育部赶紧甲别男记的叫法改掉，甲改做台语。针对台语这个语言名称，根据文化部的调查，有7成的人用台语来称呼。教育部所坚持用闽南语，搁互中国学者摕来打压咱台语的叫法，引起学者和民众的不满。有台语团体提文显指出，其实1960年代进前，国民政府仰视使用台语的叫法，是1960年代了后，为着要强化台湾人的中国意识，才要求甲台语改叫做闽南语。闽南语这事颠倒是。国民党政权伫60年代为着要推销国语政策，才开始使用的一个算做讲政治上的名词。咱教育部爱带头开始来带动来使用台语这个名词。另外，台语团体嘛强调，台湾的台语早就融合关注闽语、客语和日本话等等，是台湾几百年的历史累积起来的语言，和中国的闽南语在各种语序和用法都有真大的相差。针对这届的争议，民进党立委陈培如嘛要求教育部要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尊重台语族群对家己母语的称呼。我感觉用台语这个名哩，应该较有咱的台湾的主体性。我是支持甲这个名爱统一甲对啦。咱看要来开公听会，还是开座谈会，我感觉这种会使叫人爱去做的代志。同时，我嘛要求教育部，伊要甲这个代志，这个声音提转去，互因相关的部门去研究。立委陈培如表示，伊支持用台语来代表语族的主体性，伊嘛呼吁教育部莫阁用劝讲，也是无社会共识来议题。陈培如表示，伊也拍算要求教育部开公听会，也是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民间团体等等做伙来研究。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5月初5是世界气高压日，这是一个真罕见的致命病症。目前全台湾有1000多个患者，查某是占8成。因为气高压的症头无明显，若无量早治疗，这存活率是剩无到4成。高雄营总都发明一套口诀，若是会喘、会嗽、头晕寒水，都要量早去互医生看。真侪少年人当咧练走机走表，行无5分钟就开始喘大气，甚至会嗽，这就是气高压患者出现症头。高雄就有一位朋友，因为长期压力大，伫8天前发现喘气袂顺，行无几步就袂当喘气，尾仔发现是免疫打扫症引起气高压，目前靠药仔治疗，会当行搁较侪路，嘛会使运动。然后讲话大声讲久就会觉得很喘，然后再过来慢慢的就变成是。走路也会喘，也会累，然后以前可以爬很快、走很快、跑很快，现在都不行。然后慢慢就发现，真的就是你只要一动就开始喘这样子。气高压是罕见会致命的病症，根据高雄营总统计，全台患者有1000多人，为少年到时大拢有。查某人得到的比例有8成，因为发病原因复杂，心脏甲肺部有问题患者拢是危险的族群。若是量早治疗，即马存活率会有7-8成。高雄营总发明一个口诀，会喘、会嗽、有出血、头晕甲水肿，若有其中一项建议，就要看医生。因为大部分还是女性比较多啦哈，那我像我们今天黄先生是差不多是在我们2成的病人左右，那所以其实在不同的族群，他有时候可能在50、60、70都有可能发作。高雄营总特别举办6分钟耐力的比赛，有24位员工参加，体会到气高压病人会喘会嗽，透过体验会当对气高压这种病症更加了解，甚至有同理心。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来看农粮署连续2年办包饭圆的比赛，毋但要竞出上好食的饭圆，嘛互这业者和厂商合作，互饭圆正式上市。希望透过冠军饭圆的推广，互愈来愈侪人食米，提升台湾米的销量。一支手就通摕饭圆，对赶时间的人来讲是真方便的食物选择。农粮署举办第2届饭圆比赛，为全国97间业者、157款饭圆内竞出2个冠军，和厂商合作上市。这届比赛分做永续素食组，推广减少碳排放的素食；甲时行味力组，鼓励结合无同的食材。得到永续素食组的冠军团队表示，因这届挑战在有限的食材内创造特别的口味。海胆乌泥其实就是我们利用气势还有烟熏的风味去模拟。得到时间魅力组冠军的头家娘表示，因除了用台湾在地鸡肉、猪肉，也伫酱料顶面下袂少功夫。
一种起司的话，其实它没有办法带住整个起司鸡的浓郁的香味，所以我们在这当中选择了好几种的起司，然后下去做搭配。龙牛叔表示，台湾人食物件的习惯改变，这几冬食米量豆豆啊在减少。即马台湾一个人逐年平均食米的量已经达到43公斤。因希望透过比赛协助调奖团队和厂商来合作，进一步提升台湾在地米的销售量。这2款冠军换团的一个上市，我们希望也能够热销超过100万份，增加这一个5万公斤的产销履历米的一个消费。龙牛叔表示，根据统计，即马正常食饭的人有较少，所以因希望透过无同的物件，让民众更较好接触到，也更较有机会来食到台湾在地的米。除了举办饭碗比赛，因也捌和厂商合作推出米做的饼，定期举办米做的点心比赛，希望透过济无同类型用米做的食品，提升台湾米的销售。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下半晡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2度到25度，中部地区25度到30度，南部地区27度到37度。东部地区23度到29度，外岛地区18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皮加斯是台湾上界北边的岛屿，甲礁屿也有花干树，红号做是北方三岛。北方三岛的海域把堤岸规划做海洋保护区，不过因为评估了后，发现效益无好，全力取消，面对环境快速恶化。